啱嘅，咁又輪到我 check 你啦。好啊，嚟啊！聽住啦，如果要用吸蓬拿嚟做駁鐵方法，又或者要喺石屎收口位置度留收口鐵嘅話，要點啊？要即時批准至得咯。咁趷雞樓面主鐵就要放喺樓面嘅上方位置，兼且要點？要一次過落石屎。咁柱頭鐵要點樣做落石屎先至唔會走位？用柱頭落嚟到保持企同垂直嘅位置，再喺樓面用鐵卡死柱頭鐵啊嘛。咁兩浸鐵嘅間牆頭尾中間位置就一定要加上咩套嚟保持兩邊牆身鐵嘅距離啊？咩套？梗係腰套啦。嗱，最後啦，喺紮地腳陣同埋花籃嘅時候，因為地腳陣同埋花籃都會長期接觸泥土，所以一定要有咩嘢至得呢？足夠嘅石屎保護層。又真係好掂喎。嗱，如果地盤入邊每一個人都能夠出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兼且同各行業配合好，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噶啦。知唔知道啊，國強？知道。